敬拜之前，我们一起同声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求神在今天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求神在今天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的活动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同在。我们再次单单也在将自己摆上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你所。主啊，今天是主你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在你面前，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在今天早晨，主啊，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带着一颗渴慕的灵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在今天再一次进入到我们内心最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大大张口的来敬拜你，我们要大大张口的来赞美你，因主你是何等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荣耀的神。是的，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再次公然仰望摆上在主的手中。主，从开始直到结束都有你的同在，主有你的带领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说，让我们大大张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走动我们的脚步，我们尽量跟我们边的教会一起，我们走动我们的脚步好吗？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无论我们在哪里一样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因为他喜欢与我们同在。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爱充满着你，让这切进入他的门，唱赞美进入他的园，旗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让赞美从四处响起，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我们的周报上有我们的诗歌，在我们的周报上有我们的诗歌哈。再一次，在这美丽的时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让这些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旗鼓跳舞扬声欢呼，当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让这些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旗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
声张开，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萤火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四处响起，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萤火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萤火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让我们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继续用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在这一天里，我们感到好欢喜。这一天里，这一天里，我感到好欢喜，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相聚。耶稣基督把我们合为一，不需要参与弟兄姐妹。这一天里我感到好欢喜，这一天里我感到好欢喜，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相聚。耶稣基督把我们合为一，不需要参与弟兄姐妹相比。手拉手，手一起，充满爱心，让我们也心连心，让我们一起在主爱里同行。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能够分开我和你。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这一天，你们感到好欢喜。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远程教会的朋友。活石教会，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让我们跟上帝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事能分开我和你，没有任何事能够分开我和你。我们再次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引导我们走正义的路，主你保护我们，你爱我们，你认识我们，主你的爱，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每一步，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恩典的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盼望的路。好吧，继续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我的苦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
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紧握住这人生路。你爱你手，你爱你手，紧握住这人生路。主啊，我说我是何等爱你！主啊，我渴望寻求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每日不断追求主你的荣耀，追求你同在，你的大能。主，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恩典之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盼望的路。主啊，恳求你牵引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主啊，在这个时候，愿你极大的祝福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也将我们以下的时间再次全然恭敬仰望摆上在你慈爱的手中。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美好的一天，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在坐下之前，我们跟我们前后弟兄姊妹说，让我们一起跟神宝贵荣耀。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是的，神的爱让我们相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来赞美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求，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活石教会来献诗。要不要吃这个喉糖嘛？因为2块了。喉糖来一根。对，就是这个2块啊，你看看。喉咙凉是身体凉，没有吃的全身都凉了。凉，真的，你看看。心静自然凉。对，打架一下。这什么？试试看。我们让它凉一下。心凉就好了。哎妈，不自己买哦。你看，哎，他刚刚不是这样子讲你吗？对不对？我帮你给他打回去。他刚不是这样讲你吗？希望。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献的诗是台湾圣诗360，歌名叫哪个耶稣三嘛，就是意思就是说，凡信他的人，今天都聚集在这当中来赞美他，来荣耀他的名。阿妹。阿妹。心充满
给他吃药了。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所以进了主攻1个月了。我们来读经。读经，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到21节。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到21节。神的话语这样子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得救。信他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阿们。讲到主题，因爱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请周牧师。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报跟你旁边的教会说，看到你真好。我出会的时候看到你真好。我们很难得可以在这么好的天气当中，我们一同来聚集，一同来礼拜。我们这一个礼拜曙光教会的群组里面一直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天气预报图啊，一直在看说到底今天会不会下雨，到底是出太阳呢，还是雨天呢？我们感谢神，神的恩典，神的智慧超乎我们想象。阿们。我们看那个图上的时候好像是大雷雨，但是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是大太阳。所以感谢神，在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么好的天气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更是一起在活动当中我们见证上帝在我们里面。在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里面，你的大能更要复辟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在你所创造的美好世界里面，主我们享受神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聚集一起在鹿角溪公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最近我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不过最近我对这首歌比较有一个大的疑问，叫做你的家乡在纳鲁湾，有没有听过？怎么唱？你的家乡在纳鲁湾，好爽！不要继续唱哈，等一下你们出来跳舞这首歌叫《你的家乡在纳鲁湾》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
我小的时候常常用这首诗歌怎么样跳舞表演，说你的家乡在纳鲁湾，我的家乡也在纳鲁湾。可是呢，我都一直不知道说到底纳鲁湾在哪里呀？我在台南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都是平地人，他们叫我的名字不是叫我小黑呢，他们叫我纳鲁湾呢。哦，那个纳鲁湾来了这样子。啊，到底纳鲁湾在哪里？我一直都不晓得。然后最近我开始在思考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想一想这个歌词：你的家乡在纳鲁湾，我的家乡在哪里？纳鲁湾。后面一句是什么？从前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我说不对，从前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一家人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有，他们是不是一家人？不是啊，那个赛德克族跟布隆族是什么？世仇啊，怎么可能是一家人？布隆族跟那个泰雅族也是世仇啊。排湾族跟隔壁的兄弟卢凯族虽然长得很像，都矮矮黑黑的，只是话语不一样，但也都很会唱歌啦吼。可是不是好朋友啊？怎么会说你的家乡纳鲁湾，我的家乡纳鲁湾？从前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想说，这首歌怪怪的呢。这个好像对原住民的历史不太了解的人，他才会写下这首歌。因为我们早期在部落当中，我们并不是和平相处的群体，我们甚至是会拿刀怎么样，互相砍杀。每次平地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问我们一句，除了骑山猪以外，都会问说你会不会骑山猪？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会不会什么出草？哦，很像出草像去 7-Eleven 那么容易一样。哦，所以早期原来其实在部落当中，在更早期以前，我们并不是一家人。这个不是一家人，并不是我们彼此仇视，我们不是一家人的缘故，乃是基于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部落或者村庄。所以呢，当别人进到我们的传统领域，当别人进到我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站起来反抗、攻击，不是因为仇视，是因为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所以呢，不单是在家园会保护，在猎场当中也会保护。所以当我再去思考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不太正确呀。因为呢，从前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家人，部族与部族之间是没有办法和平相处，我们会互相争斗。我们都是台湾原住民，但我们不是一家人。但是感谢神，今天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是不是跟你同一个部落的啊？不一定是。是不是跟你同一个族群的啊？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你们应该要打架吧？因为你们不是同一族，你们不是同一个部落。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呢？我们来自不同的族群，我们有排湾族，挥挥手。哎，没有声音呢吼！排湾族、阿美族、布农族、赛德克族，还有我们有越南的朋友。是大的神爱的家庭的朋友，对，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怎么样在一起做礼拜？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礼拜？我们与我们不同族群的人一起坐在一起。我们等一下，我们刚才有一起唱歌，之后我们还要一起打球，我们还要一起来做游戏，这样子的和平共处，这样子的和平相处，我相信不是来自于我们是原住民。乃是来自于我们同在基督耶稣的爱以及宝血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聚集，今天不同的教会有俊安、樟树、健康、曙光、丹凤、玉成，还有活石。我们聚集不是因为我们同一族，我们聚集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带给我们新生命。阿们。我们的聚集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这个与过去族群相处是非常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会争吵，过去我们会打架，过去我们会为着个人的利益、族群的利益彼此的纷争。但是基督的爱改变了我们，基督的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爱改变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基督耶稣没有改变我们原住民的生命，
身份，但是基督耶稣更是丰富了我们的族群身份。阿们。所以在今天，跟你旁边的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乃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是同一位上帝所创造，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位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共同被拯救，在基督的爱当中，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所以萨利嘎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聚集不是为了拿奖杯好。不是为了拿奖杯哈，虽然那个奖杯很重要哈，有到第4名，我们要尽全力努力的来争取团队的荣誉，但是我们不是只为了拿奖杯聚集，我们的聚集乃是因为基督在我们当中，而我们都是连结于基督的教会。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敬拜，我们连接我们的主。我们不单是因为我们同一个族群，我们更是因为耶稣基督，更是因为我们要将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能够实践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是一个耶稣对于法利赛人还有犹太领袖叫做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一段对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出现了，叫做重生。尼哥底母问耶稣说：“耶稣啊，我们要怎么重生啊？”那尼哥底母听到了耶稣讲说要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的头脑不太转得过来，所以他听不太懂耶稣基督要讲的重生的意义是什么。尼哥底母这样问，第4节这样说，前面的经文第4节这样说：一个已经老的人怎么能够重生呢？他能进到母胎再生下来吗？耶稣回答他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不是你的肉体不是父母生的，他的灵性是圣灵生的。第7节这样说：不要因为我说你必须重生，你就。第8节说，风随意吹动，你听见他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成圣灵生的，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当尼哥底母问耶稣说重生要怎么重生，人可以回到身体里面再生出来吗？可以吗？不行嘛！这个世界的科技再怎么发达，也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恢复成像小朋友一样，再放回他妈妈的身体里面再生出来。尼哥底母问说：怎么可能重生？人怎么可能重新再被生出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说：人的重生不是关乎肉体的问题呀，人的重生乃是要借着圣灵重生。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是，重生的生命不是在肉体里面，乃是在圣灵里面。那么人为什么可以从圣灵里面来得以重生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亲爱的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又称它为行动的上帝。所以当我们不单在各个时代各个时候我们讨论到圣灵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与我们鲜活相处在一起的。圣灵的希伯来文叫做鲁哈，那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它的意思有2个，就是风，有没有感觉到风？就是气，你呼吸有没有气？有。所以圣经创世纪的时候说什么？上帝用泥土造了人，吹了一口气，那个气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灵，进到人的心里。所以圣灵代表的风，圣灵代表的是气，它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旧约圣经它也常常利用上帝的灵来表达圣灵，而圣灵在旧约的时代，它主要分别的工作是属于创造，还有赐予生命，并且降雨能力在人的身上。所以呢，圣灵不单是代表永活的基督，圣灵不单是代表基督能力的同在，圣灵更是代表创造与新生命的开始。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的更新在我们当中。所以人可以借着圣灵有新生命的开始，而这个借着圣灵拥有新生命的开始，最大的原因，最大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因为神爱世人，来跟你旁边的说，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将他的圣灵赐下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拥有新的生命。新译本这样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萨利嘎嘎，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爱的目标是什么？上帝爱的目标就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上帝爱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拥有更新的生命啊！上帝爱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的更新，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重生。这个不是把我们塞回去妈妈的身体又再生出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爱，借着圣灵，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重生。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上帝爱的目标让我们从圣灵重生，上帝爱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借着重生，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盼望，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拥有新的身份，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重生，乃是在基督的爱里，我们拥有新的身份、新的盼望、新的生命。阿们。所以，新的盼望与更新，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再一次看今天的经文16节这样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爱使人得着更新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世人都得着更新，都得着新的盼望。也许我们会想说，牧师啊，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更新只是属于那个很认真上教会的人才会有啦。这个我不认真上教会我不认识教会我也没有去过教会的牧师，这个不是我会得着的东西呀。因为那个只有上教会，每一个礼拜天去做礼拜，还参加家庭礼拜，还参加祷告会，然后还有1/10奉献的牧师，这个才有新生命与更新呐。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萨利嘎嘎，不是的，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有一个20世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叫做莫特曼，他写了一本书叫《盼望神学》，他里面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人的罪确实可能扭曲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但是人的罪却不能扭曲上帝对人的关系。简单来说，上帝与人之间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有改变，因为上帝的应许一直在我们当中。阿们。我们的罪不会让上帝的应许离开我们，因为上帝应许的同在已经借着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具体的呈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在罪中得着更新，我们可以在罪中得着应许。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告诉了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有耶稣的爱，我们有耶稣的爱。人的爱也许
许可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很有钱、很有势力的时候，人家爱我们；当我们很年轻、很帅、很美的时候，哇，排队要排到树林火车站，很远。很多时候，我们按在人的外在，按在人的权势，我们有人爱。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的钱没有了，我们老了，我们的地位丧失了，我们变丑了，人的爱可能就在这当中结束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唯有上帝的爱，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他的爱我们的义人，也爱我们的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与喜乐的人同什么？喜乐，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哀哭。今天我们8间教会一起联合来做礼拜，为什么要联合？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基督的爱让我们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共同的来服侍。而我们当中就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更要把耶稣基督的爱与救恩传递并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结束礼拜之后，我们有联合的聚会竞赛，早上我们要打球，下午也要打球。我相信我们在所有的聚会与活动当中，我们都可以彼此见证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但是请不要忘了，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萨利卡卡，也许在我们当中有着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当中有还未认识上帝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将福音、将基督的爱传递、分享给他们，这是我们8间教会不可以卸下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不要忘了将耶稣基督分享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8间教会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把耶稣的爱传递、分享在所有人当中。美好的事物要分享在重要的人身上。也许我们当中有着还未来过教会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也许在这当中有很久没有来教会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因为我们期盼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奇妙，也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生命的奇妙。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也要成为你的爱，也要成为你的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所领受的更新，也会属于你的更新。在我们当中属于基督的爱，也要成为你的爱。我们知道活动只是一时的，今天早晨9点到下午，我们就结束了所有的活动。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成为一家人是一辈子不会改变的。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欢迎所有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来过教会，不管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来教会，我们都欢迎你一起成为在基督爱里共同相聚的一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爱我们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在所有的聚会节目还有活动里面，求神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当中。主啊，更谢谢你，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彼此见证上帝神你的恩惠。主啊，这时候我们也恳求你帮助带领着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是认识你或不认识你，或是我们很久没有来到教会，但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神你的爱，你不偏袒任何一个人，你爱每一个族群，你爱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神你的爱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时候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与感谢都献上在你的面前，
愿主你的大能，愿主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主的大家庭》，我们坐着唱，让主的爱、主的喜乐再一次在我们当中。这一天里，我感到好欢喜，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相聚。耶稣基督把我们合为一，不需要再与弟兄姐妹相比。手挽着手一起，充满爱心，我们也是也行，让我们一起在主爱里同行。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能够分开我和你。我很有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分开我和你。好欢喜！这一天里，我感到好欢喜，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相聚。耶稣基督把我们合为一，不需要再与弟兄姐妹相比。手挽着手一起唱，挽着手一起，充满爱心，我们也是爱心，让我们一起在主爱里同行。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能够分开我和你。你是我朋友，主的大家庭，没有任何事能够分开我和你。哈利路亚！阿门。跟你旁边的说，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甘心乐意来奉献在神的面前的心，我们来唱献上感恩。我们请各教会的同工来收奉献。最后，我们请林金春执事来奉献祷告。我们来唱献上感恩。全知主耶稣。贫穷这一阵。
我们一起来站立，会众一起来站立。Anini o paru ai a keo kai tuma olah hai itini kisunan a masasiruman olah no misuhawi tani kami itini na koy kuhan a malatsay masasipisin itini kaayaw no miso ko biana na paru chuan iting tabianan na itini kacatsay no ka keo kai 无论是在牧者无论在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处理的恩典 极大的恩典，妈妈好，做令妈妈，laker ko baru做niyan. Pabuli kiso tong ayay no lumiat, pabuli kiso tong ayay no bali no miso, tong ayay no sasaraan niyan. Amarat sa itini kaayaw no miso. Nanay sa tapang ko, kalumamaan no lumak mo niyan to niyan alumiat ahoy, tangas sa itini palakan. At itini kerang ta 奉献lo kakyo kay mama mapaacer no miso maparatay no miso ko palucho no niya chay kaya misata kitay kami chay kaya pa kung ilahay ko palucho no niya iralo maalulah no miso maratay tini ikaw lalo maalulah no miso nasa tapangantangas na itinipalakan mo niya asa upo no niya pakailihan no makuingangan no miso Yes Kristo ang itolon时候报告介绍各教会，我们请曾梦霞牧师来做介绍与报告。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你们愿意来参与曙光教会举办的第1届曙光杯垒球赛跟趣味活动。那我要代表曙光教会要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来参与。 那在今天我们有几间参与的教会，待会念到你教会的名字的时候，请你大声的欢呼哦。现在有给你预备的机会哈，念到你教会的名字的时候，请你大声的来欢呼，为自己来欢呼哈。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到的台湾中会活石教会。 活石教会今天大概带领了80多个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聚会。接下来是玉成教会，再来是丹凤教会。我们也欢迎新美中会的议长徐美花牧师也在当中，我们请徐美花牧师站立起来。那我们再来介绍健康教会。 再来是樟树教会，最后是俊安教会，最后是我们的地主曙光教会。我们要介绍我们当中的一些牧者，活石教会的老雅婷传道也在我们的当中，老传道。然后俊安教会的林金元牧师。 林金元牧师说：“今天他垒球，他是第1棒，所以请大家不要承让。”好，再来是樟树教会刘阿春牧师，再来是健康教会曾伯杰传道，那再来是曙光教会，我跟周牧师在当中。 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底下，可以来一起敬拜神，也可以一起用我们的打球来荣耀神，还有趣味活动。那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 好，因为大家太热情了，所以他暂时关机一下。那今天
天早上的就会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我们要是垒球的比赛的进行的时间，所以我们下午还有一个闭幕跟颁奖，请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不要离开，因为后面的时刻也很重要，所有的球员都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欢呼，所以在下午的聚会有可能我们会进行到最慢6点结束，那希望我们都到最后，可以吗？那下午的时间是风雨无阻，即便下雨，我们照常进行我们的比赛。原住民是不怕风不怕雨的，对不对？对，所以下一点小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好，那接下来我要报告几件事情。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缴交负担金的，待会请到我们的右手边的报到处去缴交负担金。那如果今天的比赛当中，你有不小心有受一点点的伤，我们有专业的医务组也在我们的大会的右手边。那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让自己是在安全的状况底下，不要受伤，请保护好自己。那在我们的会场当中，不能骑摩托车进来，也不能开车。如果你骑摩托车或开车的，会被开罚单。所以如果你的车子不要进入到会场，请你把它停回去到停车场，因为会有罚单。最后，各教会都有拿到水瓶吗？好，这个水瓶请你不要乱丢，它要跟着你一整天。那大会已经预备了1箱，每一间教会有3箱的水。那水瓶就不要丢，水瓶就做你的那个杯子，所以你的水瓶不要乱丢。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请帮我们做好一个配合的动作，就是各教会的前面都有垃圾袋，或者是在你的帐篷的后面都有垃圾袋，请你将你的垃圾放入在垃圾袋，让这个场地是保持干净的。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跟你旁边。美好的天气，你带领着众教会一同聚集。主啊，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神，你更要使你的爱借着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传递在世人里面。主啊，这是我们要结束我们的礼拜，也愿你继续保守带领在我们当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平安与喜乐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弟兄会的干部来说明一下我们活动的他已经有时间以及流程。对，就是那个钱有没有？我跟各位弟兄平安。第一次那个已经没有了，那个弟兄姐妹平安。第2次的要缴400。好啦，再报告一下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这个背后这个是 A 区，大家应该有那个教会应该有这个秩序册，看一下。